2008年卷 1B 第3條提到，香港有唔少銀行咧設有網上銀行服務，即係話咧，我哋只要登入呢個銀行嘅網頁咧，就可以進行一啲銀行嘅操作，例如轉一筆數過去指定嘅戶口啦，又或者申請一啲服務，例如申請信用卡啦、申請支票簿啊呢啲咧。以前一定要親身去到分行度排隊進行嘅，咁但係而家咧可以喺網頁上邊撳幾撳咧，就執行到呢啲服務啦。A 部分咧就講呢啲網上銀行服務咧對銀行同埋對顧客嘅好處啦。A1 先描述對銀行嘅好處，例如對銀行嘅好處咧，因為多咗用戶會使用呢啲網上服務啦，變咗咧減少人使用分行，分行就可以減少聘請人手，減低成本。咁呢個咧就係對銀行嘅一大好處啦。第二，對顧客嘅好處，顧客咧唔需要限制喺9點至5點呢段銀行開放嘅時間先可以用到服務，可以隨時隨地，只要有互聯網接達嘅地方咧，都可以用到呢啲銀行服務，係對顧客最大嘅方便啦。第三，對銀行嘅限制，所謂限制你可以想像係一啲佢做唔到嘅嘢啦，又或者一啲缺點啦。咁對銀行限制其中一樣咧，就係佢未必可以照顧到全部嘅顧客啦。例如有啲顧客佢唔熟悉使用呢啲資訊科技嘅設備嘅，唔識點樣用呢啲網上系統嘅，咁銀行就照顧唔到呢一啲客戶啦。咁又或者有一啲客戶咧係需要去到銀行度咧同經理去傾嘅，例如做一啲債務重組啦，可能經理要問下佢你每個月承受到幾多啊？可以還到幾多啊？做一啲重組嘅工作啦。咁所以咧，呢啲網上銀行嘅網上系統咧，未必可以了解到顧客嘅個別需要。第四就係對顧客嘅限制啦。啱啱都講到數碼隔閡啦，咁所以咧，對於部分唔熟悉使用資訊科技設備嘅用戶嚟講咧，係冇辦法使用到呢個網上服務嘅。另外，可能佢甚至冇電腦啦，冇互聯網啦，咁呢啲咧都係同數碼隔閡有關嘅回覆，咁就可以啦。B 部分佢就話某銀行想對年長嘅顧客推介一啲網上銀行服務，即係話咧想嗰啲年長嘅用戶咧都用多啲銀行服務，減少啲去分行嘅負擔。咁佢就問你啦，佢應該點樣加強佢嘅網上銀行系統？咁呢個咧係兩分嚟嘅，所以咧需要講得出點樣加強啦。另外加強嘅措施點樣幫到呢啲長者？咁例如一個最明顯嘅方法咧，就係喺個界面嗰度咧設置一啲可以調整字體大小嘅，令到一啲長者咧可以放大界面嘅字體啦，令到佢睇得更加清楚一啲。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喺界面上面可以處理嘅。咁另外可能可以增設多一啲指示、一啲提示使用上面嘅說明啦，令到唔熟悉使用資訊科技嘅長者咧，都可以透過呢啲輔導、呢啲提示咧，更加順利咁使用到銀行服務。咁呢啲咧都係處理數碼隔閡方面照顧長者嘅一啲可行嘅措施啦。